大家好，呢次開車去北島北部嘅濱海小鎮 Mangawa， 目的係幫大家發掘一下你未去過嘅好地方。當地嘅港口喺19世紀初期同埋中期乃係主要出入港口之一。小鎮芒格懷南天碧海，海灘水清沙幼。喺哨兵岩呢個芒格懷海灘適合衝浪，亦都可以安全游泳。附近嘅海域風平浪靜，非常適合租艇暢遊。開船到稍遠嘅地方，大可的 engine 喺大自然度悠閒咁飄蕩。喺可以安全游泳嘅沙灘側有一個小沙丘俾你滑沙。當局喺1940年之前曾經喺呢度大量採沙使用，沙丘就喺1978年稍為塌陷，被認為係由於採沙所引起。睇見呢啲鍾情滑板嘅衝浪愛好者，你有冇都想落水玩下呢？下次週末想出遊，考慮一下呢個地方啦。離沙灘不遠嘅摩一斯，逢週六早上都有熱鬧嘅跳蚤市場嘅，現場嘅音樂同埋熱情嘅人潮，任你往返幾十個帳篷攤販。旁邊相連仲有餐廳，可以喺呢度食個特色早餐啦。就喺同一時間，附近公路風景雅致嘅河邊，學校隔離有另一個比較現代化嘅芒格懷跳蚤市場，包含有當地自產嘅新鮮農場水果、蔬菜同埋小賣。呢度嘅貨品同先前嘅 market 完全唔同嘅。建議大家週六早上嚟感受下小鎮風情，行沙灘同埋逛跳蚤市場，仲有呢個芒格懷博物館，了解當地近海沉沒金條嘅故事。呢個港口嘅治安維持會嗰個秘密集會，以及傳說中嘅左腳人頭蛇神秘面紗嘅歷史資料。博物館對面仍然存在嘅歷史學校同埋教堂，免費參觀。好少旅客嚟過呢度㗎，得閒就嚟探索一下啦。